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時事快靚正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話各位觀眾，真係估唔到香港中環呢個咁繁忙嘅金融中心，今日嘅主角唔係西裝友，竟然係過百隻野鴿大佬。網上熱傳一段片，見到中環一條行人天橋嘅樓梯，成個轉角位俾過百隻野鴿霸佔，晒地鴿唔單止企滿成條路，連欄杆同天橋頂都係，搞到2名女途人上緊樓梯都要即刻停低，唔敢行過去。咁誇張嘅場面到底係點樣練成㗎？等我哋一齊睇下。首先，大家睇返段片同相。事發地點係中環皇后大道中100號旁邊嘅行人天橋，從片入面見到真係好壯觀。成個樓梯轉角平台密密麻麻，全部係灰白色嘅野鴿，粗略估計有過百隻。有啲鴿喺地下作緊嘢食，有啲就企喺欄杆同天橋頂監察環境，場面簡直好似希治閣電影鳥嘅現實版咁，唔怪之得嚇親途人啦。最諷刺嘅係，現場明明掛住一個好大、好顯眼嘅政府橫額，上面寫住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或者野鴿可被處定額罰款5000蚊，仲話有機會被檢控，最高罰款10萬兼監禁1年。但係呢個橫額下面就正正係野鴿開緊大餐嘅地方，真係完美演繹咩叫視法律如無物。當時有途人經過，想行樓梯都行唔到。點解？因為啲鴿惡過人，佢哋霸佔晒成條路，你要行過去，分分鐘要踩落啲鴿身上，或者踩落佢哋啲排泄物上面。結果點啊？啲途人唯有繞道或者企喺度呆咗，根本唔敢行埋去。呢個場面有人形容係生化襲擊，有人話係恐怖片現場，我覺得一啲都冇誇張。拍片嘅目擊者就話，每次經過呢個位都好驚中着屎。呢句真係講出好多市民嘅心聲，唔係講笑。咁多鴿聚集，衛生問題真係好大擔憂。咁問題嚟啦，點解冇啦啦會有幾百隻野鴿聚喺中環嘅天橋樓梯呢？野鴿雖然係城市常見，但通常都係散兵游勇，幾隻咁揾食，好少會咁樣集團式聚集。好快，原因就曝光啦，亦都係今次事件引發眾怒嘅核心原因，人為為時。有網民拍到喺呢群鴿海嘅中心出現咗一名婦人，網上有人叫佢做白髮女。呢位女士做緊乜嘢呢？佢唔係喺度欣賞風景，佢係喺度派米。佢將一大袋一大袋嘅糧食，好似唔使錢咁，直接倒落條樓梯度。留意翻我用個倒字，唔係灑。佢嗰種餵法，簡直係將條樓梯當成自家嘅養雞場。根據目擊者講，呢位女士一倒糧，啲野鴿就發咗癲咁衝埋去搶食，場面極度混亂，塵土飛揚，羽毛亂飛。呢位女士似乎完全唔覺得自己有問題，甚至可能覺得自己做緊好事，喺度積陰德。各位觀眾，你哋評下你喺公眾地方，仲要係人來人往嘅行人天橋，咁樣傾倒飼料，吸引幾百隻野鴿聚集。呢個係咩心態？網上有好多留言鬧爆呢種行為，有人話佢自私精，有人話佢好心做壞事，亦有人講得好直接，你想養着返屋企養啦，霸住條公家路做咩？我非常認同網民嘅憤怒，因為呢種行為表面上係愛護動物，實際上係虐待市民，甚至係虐待環境。你以為你餵飽咗佢哋好偉大，其實你係製造緊一個生態災難同衛生炸彈。當幾百隻鴿喺度食嘢，肯定會邊食邊排泄。你可以想象下條樓梯食完之後會變成點？滿地都係鴿糞，剩低嘅飼料殼、羽毛混合埋一齊嗰種味，經過大熱天時一焗，真係諗起都想嘔。講到衛生，我哋就要深入啲講下野鴿帶嚟嘅健康風險。雖然好多人覺得鴿仔好得意，甚至叫佢哋做和平鴿，但喺公共衛生角度，專家好早就已經俾咗佢哋另一個稱號——飛天老鼠。點解叫飛天老鼠？因為佢哋身上帶有嘅細菌同寄生蟲，同一隻坑渠老鼠冇乜分別，甚至傳播得仲快，因為佢哋識飛。首先，最直接嘅就係禽流感。香港雖然近年控制得唔錯，但係禽流感病毒一直都存在喺野鳥族群入邊。當幾百隻野鴿聚埋一齊，只要有一隻帶菌，就好容易交叉感染。而人類同佢哋咁近距離接觸，風險自然幾何級數上升。
第二係隱球菌，呢個名大家可能少聽，但係好得人驚。呢種真菌通常存在喺甲糞入面，當啲甲糞乾咗變成粉末，隨風飄揚。如果你吸入咗，隨時會引致腦膜炎或者肺炎，嚴重係會死人㗎。特別係對於免疫力比較差嘅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，呢啲充滿甲糞灰塵嘅空氣，簡直就係毒氣。第三係寄生蟲，禽蟎、跳蚤呢啲嘢，野鴿身上多嘅係，佢哋拍拍翼，啲寄生蟲就跌落嚟。如果你行過跌落你件衫度，帶返屋企，搞到成身痕，甚至引發皮膚敏感，你話係咪無妄之災？仲有最實際嘅問題，清潔嗰位白髮女倒完糧，拍拍屁股走咗去，留低成地蘇州屎邊個執？咪又係清潔工友？你要啲清潔工友逐級樓梯去鏟啲鴿屎，又要洗地，又要消毒。嗰啲屎乾咗之後好難鏟㗎，要用力擦。人哋清潔工友已經做得好辛苦，人工又唔係高，仲要幫你收拾呢啲爛攤子，你過唔過意得去啊？所以話呢種衛士行為絕對唔係乜嘢愛心，而係一種極度自私、罔顧公眾利益嘅破壞行為。講完現象同後果，我哋嘗試深層次啲分析下，點解香港會有咁多人，通常係上咗年紀嘅叔叔嬸嬸咁鍾意去餵野鴿呢？除咗今次中環呢單，其實全港18區，無論係屋邨、公園定係碼頭，總有一兩個餵鴿狂徒。我覺得大概可以歸納為幾種心態。第一種係宗教式或者迷信式嘅積福心態，好多老一輩覺得施食係一種功德。佢哋覺得我俾嘢佢哋食係做善事，會有福報，會長命百歲。佢哋個腦入面嘅邏輯係單向嘅，我俾嘢食等於我係好人。佢哋完全過濾咗影響環境、傳播病毒呢啲負面後果。對於呢種人，你同佢講衛生，佢係聽唔入耳㗎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做緊神聖嘅事。第二種係排解寂寞，好多長者仔女大晒或者獨居。平時冇人同佢講嘢，佢攞包米去公園餵雀，見到啲雀圍住佢，佢會有一種被需要嘅感覺，有一種我都仲有用嘅存在感，甚至佢哋會覺得啲雀係佢嘅寵物，佢係呢班雀嘅主人。呢種心理投射其實係反映咗社會對長者關懷嘅不足，但當然唔代表可以將快樂建築喺公眾嘅痛苦之上。第三種純粹係無知同誤解。佢哋可能真係以為啲野鴿喺城市揾唔到食，覺得佢哋好慘，驚佢哋餓死。其實專家講過好多次，野鴿本身係野生動物，佢哋有自己揾食嘅本能。城市入面其實有好多天然食物或者人類跌落嘅碎屑，根本唔會餓死。相反，你越餵佢哋就越懶，喪失覓食本能，淨係識得等人餵。而且食物充足會令佢哋過度繁殖，數量失控，最終反而令到族群過大，傳染病爆發，死得仲多。即係話，你以為你救緊佢，其實你係害死緊佢，同埋害死緊成個族群。所以對於呢位中環餵鴿嘅女士，我唔知佢係邊一種心態，但無論係邊一種，都係大錯特錯。愛護動物唔係咁樣愛法㗎，真正嘅愛護係尊重佢哋嘅野生習性。唔好干擾佢哋嘅生活，保持距離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咁先係人與自然共存之道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喂，主持人講咁多有冇用啊？政府有冇做嘢啊？呢個就要重點講講啦。以前針對餵飼野鴿，法律上確實有啲灰色地帶，或者罰得唔夠重。以前主要係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去告人整污糟街道，罰款千幾蚊。對於某啲人嚟講，簡直係碎銀，毫無阻嚇力。不過大家留意返，情況已經變咗，政府已經修訂咗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。呢個修訂有咩重點？第一，擴大禁餵範圍，以前主要係禁餵馬騮同野豬，而家明文規定涵蓋埋野鴿，即係話你餵野鴿即刻中招，唔使再拗話野鴿唔係野生動物呢啲歪理。第二，大幅提高罰則，聽清楚啦。違例餵飼野生動物，包括野鴿，最高刑罰係罰款10萬港元同監禁1年。冇聽錯，係坐監啊！以前罰1500蚊你當交租，而家如果你重犯或者情節嚴重，係可以留案底兼坐監㗎。第三，引入定額罰款，為咗簡化執法程序，
而家執法人員見到你違，可以即刻發出一張5000蚊嘅定額罰款通知書。5000蚊啊，夠你買幾多包米，夠你食幾多餐飯。各位中環嘅阿姐，如果你被捉到，你倒嗰袋米嘅成本就係5000蚊起跳，仲未計可能會被檢控上庭嘅風險。而且政府今次係玩真㗎，執法權力唔再單單係漁護署，連食環署、康文署嘅人員都有權執法。即係話，你喺公園餵康文署捉你，你喺街道餵食環署捉你，你喺郊野公園餵漁護署捉你，天羅地網睇你避得去邊。所以我喺度奉勸所有仲有習慣餵鴿嘅市民，唔好再拎自己個銀包同自由嚟較飛。時代變咗啦，以前可能隻眼開隻眼閉，而家係全城嚴打。5000蚊一張告票絕對唔係講笑。雖然法例係嚴咗，但我哋都要面對現實。點解中環呢單嘢仲會發生？證明執法上有難度，或者宣傳仲未夠入屋。執法有咩難度？第一，貓捉老鼠，餵鴿嘅人好多都好醒目，佢哋會揀清晨或者深夜，執法人員未返工或者收咗工嘅時間去餵，又或者佢哋見到着制服嘅人就收手，等人走咗再倒。好似中環呢單案，如果冇人拍片舉報，可能執法人員去到巡邏嗰陣，個人已經走咗，剩返一地雀屎，咁告邊個？第二，舉證困難，有時你見到地上一堆麵包皮，你知係有人餵，但你捉唔到現行犯，好難告得入。除非有 CCTV 或者好似今次咁有市民拍片做證。不過我覺得即使有困難都唔係藉口，既然法例立咗就要嚴格執行。對於嗰啲網上曝光嘅黑點，例如中環呢條天橋，食環署同漁護署係咪應該加強巡邏？係咪應該裝多啲閉路電視？甚至係咪可以派便衣人員去放蛇？中環天橋白鴿群舞呢個畫面雖然壯觀，但係絕對唔係一件好事。佢係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咗某啲市民公德心嘅缺失，亦照出咗城市管理嘅漏洞。我哋香港人成日引以為傲，話自己係文明城市，但係喺市中心最繁華嘅地段，竟然容許有人長期違法餵飼，搞到遍地黃金，臭氣熏天，甚至阻礙行人。呢個絕對係不能接受。嗰位餵鴿嘅女士或者其他同類嘅餵飼者，你哋可能覺得自己好有愛心，但我再講一次，你嘅愛心係建立喺其他人嘅痛苦同健康風險之上。呢種唔係愛，係自私，係一種極端嘅自私。你餵飽咗啲鴿，但係整污糟咗個城市，你滿足咗自己嘅心理需求，但係要全體納稅人幫你埋單清潔，你覺得自己積緊福，其實你係散播緊病毒。所以我喺度強烈呼籲政府部門，既然有新法例呢把尚方寶劍，就唔好再猶豫，要攞出決心，嚴厲打擊呢啲違法餵飼行為，殺一儆百，話俾大家知，香港係法治之區，亦都係講究衛生嘅城市，絕對唔容許呢種自私行為繼續蔓延。至於我哋每一位市民都要做個負責任嘅一份子，見到有人為出聲制止，見到有黑點主動舉報，只有我哋一齊努力，先可以還條路俾行人，還個乾淨嘅環境俾香港。我哋唔想再見到中環變成鳥城，更加唔想見到因為餵鴿而引發下一次疫情。希望下一次我哋經中環天橋嗰陣，見到嘅係乾淨嘅樓梯，而唔係避無可避嘅鴿市陣。好啦，今日嘅時事法靚正就講到啦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大家覺得對於餵鴿嘅人應該點罰先最有效？定係你屋企樓下都有同樣嘅問題？不妨留言同我哋分享下。